釋放趙元松成為大舊毓民退黨導火線。講緊係上個月中，社民連幾個支部同部分行委 BBQ 嗰陣叫口號啊！沒有港獨，無啦啦串馬草泥不特止，仲攞埋劉曉波同趙連海嚟玩。嗌咗劉曉波先，釋放劉曉波，釋放劉曉波，釋放趙連海，釋放趙連海，釋放馬草泥，釋放馬草泥，大舊同毓民尋日宣讀退會宣言嗰陣，話呢班人嘅行為係侮辱，成為同黨決裂嘅分水嶺之一。即係除咗6·4之後咧，呢一次係第2次情緒上咧，即係咁激動。不同道不相為謀，同志們，今日我哋喺呢度分手。嗱，另一件事就係3位社民連嘅領導層私下將社民連註冊做有限公司，但竟然連2位副主席都唔知道啊！大舊同毓民更加心灰意冷。退出社民連真係我一個好痛苦嘅抉擇。如果我哋亂斬權位，要做太上皇，我使乜退出啫？以我自己喺社民連嘅支持程度同埋我啲支持者，實行第2次倒閣，呢一個內閣又一定係冧㗎啦，啱唔啱？但係冇意思啊嘛。毓民話未決定係咪選區議員追擊偽民主派，但就話未來10年會將時間用嚟培訓年輕人問政。陶君行就話目前收到18份退黨通知。至於申報5區公投選舉開支嘅風波，主席陶君行話廉署尋日去到社民連總部攞毓民同大舊嘅開支單據調查，毓民就重申係助手向政府補交資料時出錯。